谢熊。专家有地位就讲咱出队有5个人。是的，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过5关拼将去上济35000，真哥你早登去哦。起价。好，今日介绍咱的来宾，好来，来，阮这边先啦，阮家吼拢是天才啦，天才是啥？身材好，面仔嘛水的啦。好，来咱的队友边庆华。真好，上得好。你好。我甲你讲哦，真正有影是天才，是安那讲天才咧？伊甲身材练到偌好，你知无？观众朋友，偌好无看拢无准。想要看你的本人。我就一直听到一个声，就是你。我刚刚好是姐姐来吼，姐姐来好，我先来。来，看这。水的哦，要帮忙。我就怀疑。哇塞啊，你看。因两个嘛最好诶。第2位咱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来，先拜。大家好，我是宪信，我是一个气科医生。即马就是来遮练习我的台语。好，欢迎你哦。好，来，我刷你去。大家好，我是 Corey。啊，我的台语的名叫做阿和。我是一个 DJ。Corey，欢迎你咯。好，来，刷你去。大家好，我是钟伟，我是一名剪接师，伊就厉害哦，伊有得过金钟奖。就厉害。好，欢迎。来，我刷你去。嗨，大家好，我是罗恒。老贤，你刚来遐即句，什么？跟这姑娘。其实我的助理啦，迄气科迄个金手的助理。嘿，欢迎你。先过来，换你那边啊哦。是，咱这边是天才对不？嘿，阮这边呢就是爱天才，上爱天才，就是爱台语，咱队长美国的。大家好，我就爱食天才。是。对。吹咻嘞。拍摄，今仔有一个真重要的消息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非常了不起有全新的一季啊。是非常了不起，就是咱公司台语台的迄落台语儿童的节目，人第3季要开始啊。嘿，内面呢，迄落主要就是我甲伊啊。苏伟啊，有一个八倍，伊记牙，迄个八倍，迄位今仔日无来，不重要。好，来介绍你的队员。这位是我的好朋友苏伟。大家好，我是白小小卢世伟。是哦。我嘛是有好消息要甲大家讲。是。除了非常了不起呢，公司台语台每礼拜透早10点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咿呀咿呀哟。啦，做伙听故事来念歌学台语。好，来个刷你去。大家好，我是蔡姑谦戏的谦，对，我嘛是歌戏的演员。欢迎你哦，来个继续介绍你去。来欢迎。大家好，我叫做詹嘉颖，大家拢叫我阿嘉，我本身嘛是一个传统戏剧的演员你要演星星无？星星我较袂晓。应该是演老生啦。嘿啦，拢演一关。你真正有影是学老生吗？嘿，学老生，学老生、小生、跳啊拢有。毋过恁拢爱学就对啊。拢爱。老生是安怎唱？你通甲我唱一个无？老生安怎唱？老生就是讲咱唱的较加，伊嘛是较加啦。新桥白马走3关，该换所以虎的中原。真好，小生。继续唱。我新桥白马走3关，该换所以虎的中原。小段。谁凉？放下西凉，思念三姐王宝钏。好来，阿嘉的边。我叫名叫 Eric， 我是学校的英文老师。所以讲你袂唱歌语啊，吼。我袂晓，太厉害，我袂晓。你看歌我看歌戏，我演观众。看歌语真好咧，是传统的呢。嘿，即马要看好，咱真正好的歌，愈来愈侪啊。嘿，啊，若真正有诶吼，咱就去甲咱斗支持，斗支持。好，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欢迎咱的今日台语国文老师陈宏伟陈老师。
家拢欢喜啦。好，今日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大家来斗具，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具比赛，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就算斗具成功。两队轮流回答，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嘿，大家来斗具。你一句，我一句。好，啊，分数安怎算？咱这回还有3题。3题。分数较悬的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咱来加油哦！加油加油！好，来手放在另一点面前，我讲请手台的时阵，咱才会当试哦。好，来，小妹，咱请出题。请问，明仔要考试啊？你即马也咧创啥？哦，明仔要考试啊！你即马又搁咧安怎？谢你哦。好，来，咱请手答。哎呦，好，来。明仔载要考试啊！你即马压力耍手机啊！哦，耍手机啊！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好来哦。明仔载要考试啊！你今麦搁伫咧游山玩水。哦，游山玩水啦，老师对唔对？对。明仔载要考试啊！你即马也咧四季佚佗。哦，四季佚佗，老师对唔对？对。袂使较算啊！游山玩水四季佚佗啊，袂使较佚佗啊。明仔载要考试，你即马搁咧唱歌跳舞。哎呦，唱歌跳舞啦！来，老师对唔对？对。嘿，来，好，我你。明仔载要考试啊！你即马搁咧出门踅街。哦，出门踅街，老师对唔对？对。嘿，来。明仔载要考试，你即马搁咧食饭佚佗。食饭佚佗。拄则有佚佗啊。对啊。啊，我我明仔载要考试，你即马搁咧看故事册。看故事册。哦，老师安尼对唔对？对。来，袂歹明仔载要考试，你即马搁咧。即马个咧。是。跳舞唱歌拢无啊？3、2。即马搁咧动工。哦，个咧。 4个字哦，搁咧动工啊！搁咧动哦。你即马也咧搁咧动哦。安尼就嘿啊，问老师，嘿，老师搁咧动工啦。也咧搁咧动哦。嘿啊，安尼就中好啊，你压咧搁咧，压咧搁咧，压咧搁咧，安尼就好了啊。不要紧，分数。啊，恭喜得到1分哦。听老师解说哦。好，来老师。 啊，就是讲看要搁斗什么款代志动作，吼，啊是讲啊要咧爱困拄久啦，吼，对，啊是咧舞东舞西啊，吼，这种的嘿，就是其实想象空间还阁不止啊多啦。不要紧，咱搁后一个就知影哦。好，第二条，来第2个哦，来手跟另一点面哦。好，来，小妹，咱请出题。请问。 要安怎进前，我拢爱安怎。哦，要安怎两个，好进前我拢爱安怎3个哦。好来，咱请手答。哦，来，天才。要录影进前，我拢爱掠头毛。掠头毛。录影掠头毛啦，老师安尼对唔对？换节好不？换节好不？ 你无个老师塞奶啦！现在不是掠头毛，嘿，不要紧，起码你袂晓。好来分数，恭喜得到1分哦！先别，来，咱听老师解说。来，老师是安那袂当掠头毛？唔是讲袂当啦，只是讲你会当用其他更较完整的意思，因为我知影你意思是要创好水水对无？吼，啊，即我就是讲看你用创的、用舞的、用做的。 就是较包含较侪，无就是讲你要西装打扮，你要对头毛做什么代志，你若要较完整的讲法，你会当讲创头毛啦，是做头毛啦，吼，这是较完整，就是包含各种动作在内。啊，你即马掠，干那一个动作尔。伊的掠头毛其实是华语变过来的，叫做抓头发。我知影伊要创啥，问题是讲，你若要代表对头毛的一个较整体的一个，已经袂好试啊，袂好试啊。后一题，要使
是啊。不要紧啦，老师就是介意看你咱咧烧台啦，所以讲唔得变平分。加油加油对吧？加油！后一题你就知影那台啊，对吧？好，谢谢老师。来，真正哦，平哦，白手啊！我上尾一题啊哦，上诶，咱请出题。请问，我头拄仔咧安怎发现竟然无安怎足痛苦。哦，我头拄仔咧发现竟然无安怎，哎呦，足痛苦的哦。好，来，咱请出答。哎呦，来，我现在头拄咧，我头拄仔在食饭时，发现我竟然无。我头拄仔咧洗头脏，发现竟然无洗发精，呀，当然在讲嘛。对了，这发精就痛苦。我洗头脏，吼，发现竟然无洗发精。老师，安尼对唔对？对。来。我头拄仔咧拍卡唱，发现竟然无卫生纸，足痛苦的。哦，拍卡唱啦，无卫生纸啦，老师对唔对？好，先互你。来，这个搁想来。我头拄仔咧洗身躯，发现竟然无烧滚水，足痛苦。啊，烧滚水是，那怎么办？加油！竟然无烧水。哦，啥哩哦？快点叫我！无开，有诶，厝诶人爱用迄个。开加士，啊，对啦。哦，老师，洗身躯无开加速啦，老师，安尼对唔对？啊嘿，热水器爱加士啊。好，先互你去，先互你去。来，好啊！我头拄仔咧做大饼，发现竟然无涂豆油，足痛苦的。哦，做大饼无涂豆油啦，老师，安尼对唔对？好，对。我头拄仔咧买物件，发现竟然无炸钱包，炸现金。哦，可以哦，足痛苦。买物件无炸现金啦，老师，安尼对唔对？对。我头拄仔在洗碗池，发现竟然无洗碗精，足痛苦。洗碗池无洗碗精啦，老师，对唔对？这拄则已经洗头脏，佮洗发精去啊，拢类似的啊。哦，讲我我头拄仔咧教跳舞，发现竟然无音乐，我足痛苦。无音乐，音乐干咱两字，无。我头拄啦。嗨咯，紧嘞。OK，我头拄仔咧。我头拄仔咧教跳舞，发现竟然无收音机。哦，教跳舞无收音机啦，老师安尼对唔对？老师。哎呦，安奈安尼？是啊。不要紧，老师等下给你解释哦。好，来分数先。恭喜得到第2分哦！来，谁若无收音机，听老师解释者。来，老师。我大概知影你的意思啦，不过问题咱一般收音机拢是咧记拉里哦啦，啊，迄种的就是咧听电台节目，基本上较当然即马有迄个综合式的，不过嘿，一般收音机是咧记拉里哦，嘿，啊，我想你咧讲的意思应该是较倾向音响，还是讲是即个放 CD 的有无吼？即种的对，所以物件有小可无共啦，对。嘿，唔是讲迄个语法的问题，是迄个语词。谢谢。哦，真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无唔对。来，不要紧，得第一回合尔。是啊。惊啥？吼，实力伫后壁啦。好，来，咱先看一下分数，来看咱天才。天才得到2分哦。讲袂晓，竟然中2分哦。是啊。吼，啊来，咱这边爱台语的。毛1分哦。所以讲，咱先第一回合5000块，先放在倒位？在咱天才这边恭喜。好，不要紧，佮继续，咱来去第2回合抢答订购机。
抽答定国机，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抽答，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嘿，抽答定国机。台语蒙看麦。哦，要蒙内面的物件是哦。哩要蒙物件之前应该知影咱的这个回合奖金偌济。咱两位报告一下，咱这回合奖金有10万块啦！加油加油哦！那就看头前哦。好，咱准备好哦。来，台语蒙看麦，请开始。手整入去。噔噔噔有无？哎，有呢有呢。知影就坚持，知影就坚持。记得知影无？坚持，要举手无？来，吹风机。哦，咁唔是？对。吹风机啊，吹风机，吹风机。讲得真好，哎，你蒙起来什么感觉？伊定定啊，佮有一条线，有电线嘛，对无？嘿，啊，这牌子应该是无啦，蒙无。这个哎，你要讲生笑，好，来，毛哥讲一个答案。吹风机。吹风机，来，老师对唔对？好，来分数。有一滴的9分哦。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哦，这无啥物迄个道理讲介深无啦吼，足简单啦吼。啊，加在你的调拢有准啦，嘿，因为有的人有可能迄个吹风机迄个拄啊好吹甲风吼，若单字是吹甲风较无问题，啊，毋过倒起来时阵，因为有变调的关系，就会变做一个华语无的调，就是吹风机吼，啊，毋是吹风机吼，是吹风机。嘿，啊，加在你还阁算有咧讲台语的型，所以这个台语的调算要有准。常常甲迄个较中辈迄个病人讲，嘿，所以我都爱一直练习。对，一定爱改练习。为较中辈较袂晓讲，伊较袂晓讲台语，伊就要改，嘛是学。其实你嘛会当对少年来讲啊，嘿，就是无卖讲甲人限制伫对老人讲啦。对，你即摆甲老师讲啊，讲老师啦，我邀请你来阮遐，你若有什么喙齿的问题，来我去教你拍一个。我毋是老人，所以你嘛爱甲我讲台语。对，谢谢老师。再来去看，老师过啊，讲了唔对啊。是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袂歹哦，食讲就好啊。哦，吹风机，是，啊，不要紧哦。咱个有我队友嘛。你在表现吹风机英文怎讲啊？系英文。Hair dryer。hair dryer， 头毛好搭的物件。是，用好搭的。好，不要紧，咱个有哦，来，我来。我看这两位应该拢无啥会惊。对啊，应该无啥会惊。哦，你会惊啥？啥物拢唔惊。啥物拢唔惊吼，我嘛讲，我只常啊甲你讲内面这物件吼，就软软。啊，温柔对待，拜托。对，我去想讲吼，你若伤大力了吼，我是唔知伊啥会走出来。对，你问第一遍。对啦。有欠你还惊什么？伊捌来真清气呢。捌来真清气。伊拢无食物件。哈？我上惊的就是天菜。天菜。你再卖蒙着我哦，你会惊哦。我会惊。是。来。好，不要紧啦。你基本上讲甲足勇敢的，等一下再知。对。好啦，准备好啊啦。加油哦！好，来，把手看头前。下卡，坚持。一个水，看戏。你是咧骂我吗？无去看我，你看你，两个你哦。小胖。老师，小胖对唔对？咱常常咧食食物，伊的台语是咩怎讲咧？台语望看卖，请开始。春入去。知影就紧来试哦。大望轻轻知影就试。下卡。这是后壁，你点进，你点进。你忘掉啥？讲。知影就坚持。蒙掉吗？又甲你讲。好。你去加油啦！来，下位。你忘掉什么？啊，小弟一个水。嘿，看戏。看戏。米包。米包。第二下。什么？嘿。黑啥？什么物件？
偷细胞，偷细胞，偷细胞是什么？台语安怎讲啊？我唱嘛，这回好，都台语安怎讲啊？唱嘛，胖，哦，你是咧骂我吗？我是讲我家己胖，无你看我，你看你，啊，你，胖，你讲胖，胖，好，我来问老师，老师是不是胖？老师竟然无认同是胖，你会使个问，来，换你，来，机会来啊！偷袭，偷袭，确定？哎呦，确定哦？是吗？你确定哦？哈？偷袭。后来老师是不是偷袭？你是两个，哦，不要紧，机会过来啊！两个你哦，嘿，偷，真正是偷袭。阿姨台语安怎讲？台语是两个你的，两个你的，什么？肥胖，肥胖，哈？不是，什么胖？不是，我过来啊！上嘛。你拢袂晓吗？你细汉时阵拢有捌食过吗？有，我上爱食这啊，讲安怎买？买的时阵讲我要买什么？面包，哦，嘛对哦你就。确定面包啊啦。你有确定面包？面包，好，来，老师，面包对唔对？唔对。好，来，机会过来啊！小胖。哦，老师，小胖对唔对？对。来，分数。恭喜你了1分哦！哎，来，咱听老师解释哦。来，老师。哎，那雄想到，这个 Corey。而且我雄雄听到伊啊，足标准的台语哦。对。哎，标准。是啦，其实咱这应该是算定有听到定咧讲咧，啊，那大家安尼，敢若无啥有这个语感的感觉。拢袂记哩啦。哟，因为当然啦，胖是一个总称啦，你会当讲啥物款的胖拢有，但是因为这个特别就是伊的名就是叫做小胖安尼啦。小胖有的人认为讲是上俗的胖啊，但是其实这个根据这个语言来讲，应该是对日语词来的啊，但是日语词因为伊是照迄个音，就是小胖吼，啊，迄个小胖变成小胖安尼，其实本来不是咧讲俗的意思啦，是照迄个音安尼翻的，对。啊，当然咱即马教育部书典的汉字是用迄个作俗的俗迄字啦，吼，但是其实伊的来源来讲是咧讲日语的迄个音来的，嘿，所以其实甲介绍其实无什么关系。哦，是好，谢谢老师。原来道理就是安尼啦。是，哎呦，你都又加久连胖拢讲出来啊，连面包都讲啊。这个就是真简单，会记哩哦。以后就看到这，你就知影就是小胖。好，不要紧，恭喜你，来，今年活人。其实真侪物件哦，拢咱平常时啊，拢是有看到，但是无接触，你就袂记哩啊。像小胖这应该是细汉的时阵，大家你去买小胖啦。对啦，阿妈拢会安尼讲。对，所以讲雄雄你都唔知，这是啥货？偷袭，还是胖？伊头先讲伊听到偷袭，佮就是讲是。我就是讲是屠杀。帝都哦。原来哦，我看者有屠杀，他恐怖。这就简单的吗？就恐怖。无啥，无啥吗？无啥，这个表情无共款哦。我感觉这都等于对两位队长太好咧。是无唔对，不过吼，这个物件吼，较像较歹讲出嘴。是哦，嘿，是无啥。看你看是吧？哦，直接看嘛。但是袂晓讲。嘿，看你也要讲无？嘿，啊，等下你就甲阮讲一个，讲你摸着有啥物感觉？拜托，啊，较温柔的。好，来，目睭看头前。哎呦，台语望看麦，请开始。车帮，加油！好，收掉，你别唱的，别唱的，别使贴出来啊！来，我忘掉野球。爱当谁不？回梦姐，什么物件？什么物件？无啦，想看麦，哎，了解，相信，啊，你大家睇者，啊，相信了解，赛车赢着，嘿，四角，大部分拢掉喺迄个后照镜顶悬，嘿，来，记起，知影就是啊，什么事？赛车会赢的，拢掉迄个，嘿，行动。
行动录影机。改一字看卖。哦。开车录影机哦，开车用的迄录影机啊。开车录影机。赛车，也遐讲去，遐讲赛车录影机。赛车录影机。好，确定吗？确定。好，我问老师哦。好，来，老师，赛车录影机对不对？先互你过。这个比爱心比。哪有分数？恭喜啊，得了1分了。唔是因为你有主持节目的关系啦，先爱先声明一下。对啊，先讲我清楚。是安尼啦，因为当然这有几啊种讲法，因为这是较新的物件哈。对。所以若是有的人跳汉字念，伊会用你拄仔讲的头一部分，你讲行什么货嘛哈？所以行车。记录器或者记录器哈，这种的照字念的当然是有人就较直接安尼啦。直接翻。啊，不过呢，因为你用赛车这个动作本来就是对的，所以无啥物讲啊，赛车甲记录器袂当连做伙的道理。是。嘿，所以我是感觉会当接受。哈，虽然讲大家会有的感觉讲要照字念。嘿，所以赛车的记录器的意思嘛是 OK 啦。是。嘿，啊，然后佫有另外可能有的人会用迄个录影机，吼，的迄个讲法来讲，所以嘛有人可能是行车、赛车的录影机安尼来讲。嘿，因为这是新的物件，要无一个讲完全足确定，大家拢讲同款的讲法，所以我是感觉安尼会当接受。哦，谢谢老师。表示讲哦，这个回合哦，若是有创意。你若念出来，老师感觉会当，是会当啊哦。嘿，对，来你看到这世代，这世代有念影嘛？对啊，念影。我大多拢无着伊的手，伊拢来二条条，我拢懵无。哎，你感觉这手啥款？不得好懵。这伊互你机会，系啊，嘿，来。不要紧，咱嘛是开车啊，对吧？你嘛是斗紧斗三工啊，好，不要紧，咱今日换人哦。是，阮遮有出一个好片师。哦。伊片的着迄什么物件？是。是，因为平常时咱咧做助理的时阵，头家捌甲你骂过无？有啊。伊甲你骂啥？较紧的啊！原来是安尼哦。哦，其实甲恁两个同齐做工课，应该是不哩快乐哈。快乐啊！系啊，你讲伊敢若会晓迄句尔，买咧几啊句安尼。嘿，来车就会一直讲台语，嘿，啊讲就会讲愈讲愈侪句安尼。对。较顺。是，啊甲你会惊啥？哦，惊无钱。惊无钱，大家拢咱这传统戏剧出来应该嘛惊红嘛，老师教应该真严格。其实哦，传统戏剧文就是敢若亲像咱艺文的迄落啊，舞台剧共款，其实因趁钱拢足辛苦的。足辛苦。啊，但是老师会甲咱念拢是为着大家好啦，伫咧戏台顶表演会较好安尼。准备好啊，目睭看头前，台语望看麦，请开始。知影就试咯。哦，知影就试哦，来，下呢。有金哦。不是那个毛衣怎么讲啊？米赛哩哦，是咪赛哩？知影吗？我知影。你知影？赛哩。我知影是啥物？是。你拄啊讲的华语可能对，台语不要怎讲？知影。什么话？我已经讲过啊，赛哩。哦。赛哩。来，今年哦，隔壁你要等啊。是。啊啥？讲一个，毛薪金。哦。毛薪金是啥？浴巾啊。是有金，好，不要紧哦，好，好来，老师是不是浴巾？唔对啊，不要紧，搁一解机会，来看伊对唔对？阿甲碰蛇沙，碰蛇沙，好，来，老师是不是碰蛇沙？哎，袂歹。
今日得到第2分哦。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咱基本上是大部分拢听到碰西沙这个讲法啦，吼。其实嘛有另外一个2个音节的讲法，就是照迄个汉语的音来读啦，吼。即马较接用这个2字的咧读的，拢讲毛衣较济啦。当然这是差不多70年代以前就捌出现的讲法，只不过落尾大家拢碰西沙关系。恰碰西嘛。恰碰西，所以落尾也是碰西沙较实行啦。是，好，谢谢老师。你拄则有讲，你知道？无，你拄仔讲。你头多讲啥？头多讲啥？不，你拄则是讲毛衣吗？你讲毛衣。第2个我就讲毛衣啊。真正假？真正。无咱来回放一下。来，不要紧啦。哎，即摆白手真好啊，是不是？好，来，咱进来哦，换人哦。其实哦，我感觉内面呢也无什么好惊，免惊，只是较细只尔。哦，只是会走尔。会走哦。有喙齿无？会叮当的哦。哦，无喙齿啦，这放心，这应该可能到啊，嘛无啥喙齿。哎，2位拢有位呢。是哦。哦，一个是细位，一个是中位。中位。哦，是，应该袂惊啦吼。会减啦。加减你惊啥？毒蛇。毒蛇，伊无遐尔恶，伊无遐尔恶，免惊。啊，细位，你惊啥？我惊无形的。无形的啦。无啊，好兄弟啦。无毛啊。好兄弟哦。系啦。好兄弟会找你哦。有当时啊。哎呦，真假？温较无好时都拢来找我。哦。啊，你会甲因讲话无？无啊，加无陪安尼。哦，会畏寒。对。别，内面真属实无形的。好，来。把这块头前哦，有几号食恁豆豆懵无紧，就是恁懵到迄个物件。准卵，你讲用准的哦。牛卵，牛用牛哦，但毋是3个字。等，哈，感命啊，好兄弟来啊！又甲你讲啊，感动啊，生牛卵啊。老师，生牛卵对唔对？这题拼输赢，倒一队会当摕到奖金1万块咧。咱台语望看卖，请开始。来，车帮，加油！几号食恁豆豆懵无紧。是哦。对，就是恁懵到迄个物件。好来，你会使讲，你会使讲。我知影是啥。啊，什么名？你知影是啥？准卵。哦，你讲用准的哦。哦，准卵。我是讲是准的卵呢。袂歹哦，我问老师哦。老师准卵对唔对？老师这非常重要哦。老师，你这个答案关键就1万块哦。好，来，不要紧。细位啊。细位。明明这大只，叫做细位。对。安尼这边我念。免起列，直接。牛卵。用牛。哦，用牛的牛卵。好，来，我问老师，牛卵对唔对？对。不要紧，还有一个机会，咱提一下好不好？我提一个。来，我手会提到的答案是3个字。3个字哦。哦。马字是卵无唔对。哈？啊，第1字。第2字，你想办法。哈？换伊。嘿。本身这物件是本身是要创啥啊？大人囡仔拢爱什么？哦，红仔卵。红仔卵，哎嘛袂歹咧。细只红啊。内面有放细只的红啊。好，来老师，红仔卵对唔对？红仔卵哦。会使啦。会使啦。我是感觉。红仔卵。啊。应该是有一个差，有一个距离啦。因为有当时内底唔是干那放红啊。啊，对。对不？是。系啊。这物件是要摕来创啥啊？没有3个字。算的。算牛卵。3个字。哦。第3个字啊，算牛卵啊。算，等。哈。有灵感嘛？有感命啊！好兄弟来啊！有来我讲啊。又甲你讲啊。感动啊。
跟牛无关系啦。酸，对啦，酸牛卵啊。好，生牛卵。老师，生牛卵对唔对？唔对啊，这就是真正有影咱平常时啊，真罕咧讲。无咧用着。嘿，即马老师甲恁讲安那念哦，吼，来老师。赶快吼，这是较新的物件啦吼。啊，当然，迄个阿翔讲的迄个三音节的呢，就是讲耍会当讲另外一个讲法叫做佚佗，对。所以有人就是甲伊叫做佚佗卵，就是讲互人佚佗的吼。啊，迄个形是两形的安尼。吼啊，当然嘛有可能有人有其他的答案，吼嘛袂当讲这叫做绝对正确的唯一答案啦吼。所以啊，可能有的人会对伊的英语的讲法去转吼，前头拄则准两甲啦，就是较无法度讲来做即个叫做名词，因为你若讲。当然，你讲动词是准啦，吼，也是要讲甲转说啦，吼。但是问题就是讲，你这是一个名词，所以拄则迄当然动作上对，啊，毋过要做名词是较奇怪，吼，对。啊，所以若对英语的即个迄个翻译来意思来延伸，可能有的人会感觉伊亲像迄个鸡毛卷的迄个形，啊，所以讲鸡毛卷的迄个石头米。吼嘛，有人会用安尼的一个翻译，虽然较侪字啦吼，就是讲迄个外形是敢若鸡毛卷，有的讲鸡毛卷，有的讲鸡毛卷，吼，卷讲拢有人讲，嘿，啊，就是迄个所谓的胶囊啦，有的人是可能翻译讲迄是敢若迄个鸡毛卷的佚佗面安尼，是，嘿，啊，所以这就是互大家会当搁吉头壳想看卖吼，安怎讲较好？准是无毋对的，准开吼，甲伊准开，问题是。准卵直接安尼，就较毋是一个名词的一个构造啦。谢谢老师。袂歹。是，其实哦，这题确实有较困难淡薄啊啦，因为咱罕你讲这啦，是不要紧。来，咱先请回看一下分数。好，来，请回。来，哦，即马平手啊呢，哦，袂歹，来，咱看一个咱的天才，即马有2分，嘿，啊来，咱就是爱台语咧，嘛有2分哦，啊，咱这个回合2边拢有哦，是，所以2边拢得到奖金1万块啦，好，咱今日继续哦，今日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有5条题目，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好，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尔。是的。不过即摆先讲一个奖金。嘿。奖金听起来大家拢真济哦。是啊。吼，看咱天才。1万5千块，1万5千块，嘿，啊那咱这边爱台语的咧，有1万块，1万块，哦，1万5千，1万哦，啊咱这里回合偌济？咱这回合奖金是2万块，哦，这边啊他去就3万5啊，哎，这边啊他去就是3万哦，好，啊加油哦，加油，好，来，我要出题啊，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囡仔拢会换喙齿？传说内底喙齿爱甲等去倒位，才互囡仔的喙齿生了愈来愈好。A. 阿爸的鞋仔内底 ，B. 灶骹的火炉 ，C. 厝尾顶。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这细汉的时阵哦，应该拢有听人讲过啊，是阿爸的鞋底，还是讲灶骹的火炉，还是讲伫厝尾顶啦吼？来5、4、3、2、1，好来，时间到，请起答案。哦，哎呦，真正有影拢足有把就是，这拢是，嘿5个，来5个嘛是5个哦，哦，我要拿问起考的，来起考的。我本来看到迄个第一句，我是想讲，这我的专业，但是我后来发现唔是，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风俗的风俗。你拢无想到讲是阿爸的鞋底吗？无，我是听讲，若下骹的喙齿，就爱等去你厝顶，伊才会往顶头生，啊顶头就爱等去你下骹，名称底吧，我听的是安尼，往下骹生安尼。哦，这真正有影是一种
风俗啦，以前的风俗。无错，连医生都听过，你讲。无唔对，来问。我嘛是细汉的时阵拢等去厝买顶，啊，像阮家的狗仔嘛是买落喙齿，我拢甲伊放伫我的保险箱内底。阮的地毛爱记者猪啊，嘿，保险箱内底。是，所以讲你细汉的时阵听过啊？对，听过。是。咱来看一个哦，哈，正确的答案是。是，我嘛互你决定啊啦。好，5条命留落来，5条命嘛留落来。你去科医生拢讲了去啊咧。你讲保险箱哦？我来讲医科医生啊。好，老师较轻松诶。拄则就是讲，顶面呢蛋下骹下骹蛋顶面吼，互伊迄个拄好顺向的生长啦吼。我想其实有足侪民间传说。无一定是真正下科学的道理啦吼，但是这会当表示一种祈福的心理啦吼。所以其实蛋是一点，唔是干那蛋尔。你若真正要照这个规矩来讲，是爱双脚徛坐坐，爱足虔诚的，足有迄种敬畏的心吼去处理。若真正要照迄个风俗是安尼啦。所以这是代表人类对家己的这个囡仔吼这个希望伊会当平安顺遂大汉的一种祝福的心意啦吼。当然无一定下科学的道理啦。以上是，咱继续哦。好，来，上位咱请出题。请问，倒一个港口城市以早有一条流洪川，所以旧地名叫做流洪港咧？A. 高雄 ，B. 宜兰 ，C. 基隆。我是想到有温泉这个代志。嘿。温泉流洪。我基隆人嘛无听过。你嘛无听过？这边较可疑的是，恁无比。宜兰无港口啊，宜兰有高雄港、基隆港嘛，有苏澳港，有乌石港。乌石港。倒一个港口城市旧地名叫做流洪港咧？好，来20秒时间。高雄、宜兰、基隆哦。来哦，来哦，到这流洪港咧。我捌听过。对啊，搭一个港口。紧嘞，若唔知影风险要分开哦。来，会记得哦，风险要分开哦。来个4、3、2、1，好来，时间到，来。下期。来，咱这边看咧 ，B， 好，这边是 C，A。哎呦，好来，我来问一个，庄伟，你拄好丢毒一个，你啥哪选？你不再想要选倒位？我是想到有温泉这个代志。嘿。温泉流洪。所以选宜兰。对啊，宜兰有温泉啊。因为阮是高雄人，所以我唔捌听过。唔捌听过，无就是真古早的代志。我基隆人嘛无听过。你嘛无听过？系啊，咱家就是差宜兰的人尔啦。这边较可疑的是，恁无比，恁奈无比。因为我头拄是讲港口啊，宜兰无港口啊，宜兰敢若无听过。有高雄港、基隆港嘛，就是有宜兰港啊，有苏澳港。乌石港，乌石港，迄种阮宜兰，南方我迄港唔那个上港，搁有军港咧，就是军船咧停咧。是，所以阿嘉，你基隆，是你是因为风险的问题？因为我是想讲基隆口有港口，拄啊无想到讲苏澳嘛有一个苏澳港。拢有港，拢有港，拢大港哦，拢真大哦。顶泉。好，咱来看一个哦，正确的答案是。拢无啊！咱这少年朋友吼，咱应该爱去看旧年吼，迄个咱台语台有制作一个节目叫做《大港的台湾》吼，就是甲台湾的这个四口链灯拢是海啊，所以四口位啊拢有港口啊，所以就是大港的台湾，咱若准讲去看，会当看到做一港口的故事吼。好看。嘿啊，所以咱这个题目主要就是因为，当然即马可能较无感觉啦吼，不过以早其实高雄的这个爱河的支流。
球是有迄个硫磺陂，就是即摆内围陂啦吼，诶，迄个有硫磺的所在啦吼，所以因为这个内围陂流到爱河所以这个硫磺水吼，其实过去爱河嘛有人讲硫磺水的这个名，了后高雄就叫做硫磺港安尼吼，这是古早的这个文献拢有记载。所以其实就是每一个所在县市拢有无同款的港口，咱会当来看这个过去的这个港口故事，来更较了解咱家己的故乡。以上。好，谢谢老师。你甲看，你个高雄人，你等于看甲恁厝内底人讲这个故事。看一下迄个大港的台湾，真好看。是。好，来，咱看一个分数。是哩，阿姊个冰盘咯。可惜啦，冰盘过来啊啦。来，咱天菜。天菜即马是一点名都无，一个爱心。爱心。嘿，那咱这边爱台语的咧，有3点名啦。奖金是多2万块，互咱的爱台语加落去，就是3万块。3万块啦，真可惜，冰盘过来啊哦。好，不要紧，咱甲因同齐来去摕奖金，好无？好，看会当摕倒转去无？好，今日的俗语我来排。俗语我来排，当中有5组的题目，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1票1000块，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嘿，俗语我来排。全家抢奖金！哦，奖金偌济？奖金只有3万块啦！哦，3万块就有30票。是哩。有够无？一定无够，所以我加30票无。嘿，60票哦。好，来，麻烦开牌。啊，袂使替别人试哦。是，袂当，哎，爱家己试哦。好，来有60票哦。好，来，请开始。人咧做安怎做？搁试一遍，搁试一遍。好，这个来，小贵鸡，小这个来，小火连，听连出来，一日剃头3好，这个来，他第什么？偏，不是卡加偏，加偏，哎呀，这是加，这是偏，哦，哎，不是啊，你是跳高还是无？太困难啦！主要是大家对迄个台语的汉字较无接触的机会啦，若无应该意思拢知影。对。吼，所以咱会当即个看教育部的台语词典，或者是咱全国有智慧的 App 吼，会当来增加咱对即个台语汉字的了解，加看、加读、加接触的愈来愈熟啦。嘿，不过即马更较好是。阁有奖金无？有啦，应该剩14秒，所以奖金1400块，恭喜！好，咱即马进来去颁奖。14块啦！真正好运咯，第3季要来啊！对。哦，即马阁甲你调奖金呢。是啊，今日阁宣传一下，非常了不起，第一本礼拜甲本礼拜3。5点半，下晡5点半，是啊，那咱白色色的咧。每礼拜日透早10点，咿呀哟！欢迎爸爸妈妈哦，会当带着你的儿童同齐来欣赏，同齐来收看哦。啊，那咱这边的朋友唔通厌弃啊，全家有智慧，阮有 App 哦。嘿，你要试看卖哦，俗语我来排。一个试来，来开始啊！第3关哦，第3关试落，较厉害哦。来，开始。开始。2、1，开始。好来，把酒。不是这两个。好来，第2个，无2好。两好，这个来，加什么地就大？提供好，就大来，就安怎？好来，丢地无是本，对，无是本，这个哦，
无钱。好，谢谢咱的顾问老师。感谢咱辛苦的陈鸿辉陈老师落来咯。